法身菩萨的修需要的一切知觉，我可以给你，并且我也与你结伴前去法身菩萨那里。我也希望得到那些功德，增长善根。此时，帝释天王也现出了自己的身相，对场地菩萨说：“我是帝释天，是为了观察你的意乐而来。你需求什么，我可以赐予。”场地菩萨说：“请赐予我佛的无上功德。”帝释天说：“这不是我的境界，所以无法赐予。”那帝释天本来的想法就是，他就可以赐给他所需要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是他场地菩萨回答的，那就这样的话，场地菩萨本身是为了什么要买他的这个血肉呢？就是为了要供养那个法性菩萨。但是帝释天问他说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并没有回答说我需要这个供养的这种依据当然也是已经找到了，前面已经找到了怎么说呢，功德主，所以也许可能不需要帝释天再做他的功德主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最重要来说的话，他的说明就是佛菩萨的无量功德呢，能够可以赐予无量功德的人，只有是佛菩萨，只有是上师善知识，并不是说所谓的那个怎么说呢，帝释天的能力范围。那么帝释天，我们从那个人跟一个帝释天我们比起来的话，那就根本就是好像就没有办法比较的。那么帝释天的能力跟威力各个方面，那么超越我们人类的。但是呢，在我们能够可以求得一个究竟的功德的时候呢，那么帝释天也没有什么用只是我们在靠自己的努力修持，跟靠我们的善知识、佛菩萨的这佛陀的教育，才是能够可以得到的。从这里面也是说明这个。那么我们的身体要完全恢复，不需要你费力，我可以依靠真实力的加持。是什么真实地呢？他说：“愿以诸佛不退转真实地之真实地，与我自己坚定不移的殊胜意乐之真实地，以及此等真实语，使我的身体恢复如初。”说完，身体便与从前一模一样，帝释天也不见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因为哪一个是重点呢？真实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平常都是说有信心就能得到解脱。所谓的信心是什么？因为过去一切诸佛菩萨的成就都是真实的，它都不是虚假的。所以我们这里面平常我们在做回向的时候，常常也有那个普贤行愿品的呼麦。普贤行愿品里面本身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是没有字四句的，但是呼麦的字四句加上去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依佛怎么说呢？依佛所活三圣之加持就这四句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这个一样，这里面讲到就是法性菩萨有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感，他的这个智慧是不是虚假的？它是真实的。那么场地菩萨有对这个要求波罗蜜多法门的这个信心跟他的这个重心是真实的，都是不虚假的。他一切这种对他自己的身体的折磨痛苦不顾一切的为要求法做的发愿跟起心动念是正确的，而且是真实的。以这种真实力都是在一起的愿望是非常的殊胜，而且是会实现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拜佛有没有帮助？什么佛是最神什么护法才是最神什么等等这种想法，实际上并不是说
哪一个佛才是最神？每一个佛都是非常的殊胜的，但是拜着自己拜佛的这个自己的心诚不诚？心是不是真是有这种怎么说呢？真力会不会有这样的？所以这个才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他的身体上面就是已经那血都流光了，然后就是身体的肉也切了，然后就只剩下骨头还没有打碎。但是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刹那之中，就身体都变成恢复到原来一样的。那么这个一听到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也一样的，可能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地方，就这样想。当然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的真实啊。所以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力量。他这里面讲的这也并不是什么，并没有讲什么这是佛的加持，也没有说菩萨的加持，也没有说他自己的加持，这就是真理，真实的力量。所以佛陀给我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理，所以我们就是去按照佛的教育去修持的情况下，我们会得到同等的功德，是完全不用考虑，不用犹豫会不会得到这种的，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犹豫，我们就一心一意的修持就可以。有时长地菩萨与商主之女一同去了他父母家中，长地菩萨又找到了功德主，然后商主的女儿好像也蛮有钱的感觉，所以去他们的家里，然后就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取了许多供养的资具。商主的女儿及其500名侍女一起坐上马车，以其父母及其众多随从一同奔赴东方，然后可以坐上马车，然后就往东方。他们来到了香居城，法身菩萨站在为成白上前的眷属宣讲正法。见此情景后，长地菩萨获得了犹如比丘入于禅定般的安乐，于是于500名女中随从下马车，前去法身菩萨面前。那里有一座七宝储存的智慧波罗蜜多宫殿，红色旃檀掩饰，各种珍珠璎珞覆盖，四方安置4盏如意宝灯，在4个白香炉中燃着前世黑沉馨香。中央的4宝架内放置用琉璃容易撰写什么？撰写在经函上的智慧波罗蜜多，众天然前来供养经函。长地菩萨、商主之女及500女仆寻为了原因之后，做了圣庙供养。之后来到了法身菩萨为众生传法的座前，长地菩萨和500女中随从向法身菩萨供养了那些贡品。商主之女及其随从发了殊胜菩提心，因长地菩萨问前面见到的诸佛是从何而来，去由何处，所以法身菩萨先讲了诸佛无来无去品，之后从法座上站起，回到家中，7年间安住于一等持的禅定中。讲完这个诸佛无来无去品，然后他就法座上站起来，然后回家，然后就没有再讲课，就整整等了7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长地菩萨与500女众眷属始终未曾睡眠安坐，即站立行走2种予以度日。
一心祈愿之法身菩萨初地先讲正法啊，7年即将过去之事。那么这个7年的时间里面，对常地菩萨来说的话，那就是这个等的时间是非常久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但是这7年的时间里面，他都没有睡，也没有躺下来，一直都是有的时候稍微考一考，然后走来走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他是求法的心，是非常坚定的，所以肯定不会有什么劳累啊，什么就是辛苦的这些感觉是肯定不会有的。但是呢，500那个怎么说呢？商主的女儿跟还有他的这个500位眷属来说的话，也许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可能他们也是在一直等，所以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们也在等呢？是不是他们已经带来的供养都已经供养上去了，还没有得到佛法，所以所以不想白白的浪费钱，所以一直在那边等，很着急的，就是有没有出来啊，有没有出来讲法，一直在那边不敢睡，也不敢躺，然后走来走去，在等嘛。啊，开玩笑，好，那这个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啊。自尊自恋着光着我